食飽飯行下行，就上個月嘅經節，出嚟嘅羅馬書14、17節咁樣講到，因為到上帝嘅節唔係講到食甲鹽，但係講到真理、甲平安、甲喜樂，在心靈呢方面。那所以呢，這個得平安、得喜樂，都出係在上帝嘅真理裏邊。這個要也心相信嘅真理。yang嘅真理能夠俾自己心中你得到喜樂，俾自己得到平安。因為到咩講到食甲鹽，食甲鹽都係在你社會你自己嘅，但係喺你哋用最重要，自己在上帝裡面自己需要一個真理，因為一個真理能夠俾自己脫離。羅馬書14、19節樣講到，因為到家裏攏總是家裏對了。係嘛嘅後嚟，本個心中平安嘅後嚟要用處，再加上水苦，再加上弟姊妹上水苦，得到新嘅力量，得到新嘅精神，亦都係再加熱心，要平安，要喜樂嘅心，在上帝裡面，你冇上帝裡面，再加冇人用嘅心，係要上帝嘅真理，又天地再加要用嘅平安嘅心，要喜樂嘅心，又祝福攏眾兄弟姊妹，祝福大家，阿門。